当然美国人伊嘛讲英语无对，但是美国人口比印度较济，美国土地较大呢。今仔日通倒转过来台湾人变较大，14个人口，啊，你中国敢若2000万人我操，讲啥你我无猜，咱稳赢的嘛，对无？但是咱即摆咱若甲变入华语咱是若就华语来讲，咱是14个内底2000万，咱是非主流的。咱若加入迄个华语的共同体内底，咱是非主流，咱袂赢的。这做现实的。即摆外国人要学华语，伊真正标准，我讲中国，中国听遐标准啊。你像越南，我足侪越南学生来我咱读为迄，伊若读师范的，伊嘛咧讲，因越南师兄拢要求若要让师教就讲迄有读中国的，台湾的无的，因到台湾无标准啊。安尼来，所以咱若像美国安尼的时阵当然迄个。但是咱毋是啊，而且个。